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1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5日行动联盟举办反霸凌爱保障大游行，要求政府反霸凌减少工时，增加固定假日，估计有5000个劳工就开刀。白沙屯妈祖下暗起假去云林北港进香，今年超过32万的香灯卡报名创纪录，总统赖清德嘛会去参香。美国乌克兰签扩散协议，美国有大量开发乌克兰扩散的权利，两国嘛设立中建基金，让乌克兰的经济活起来。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日是5月初1劳动节，劳工团体伫咧下晡行上凯道游行。今年游行的诉求包括反霸凌，希望降低工时，恢复7天的固定假日，佮有退休老年要有保障等等，拢总7大诉求。这阵游行正咧进行，咱嘛请连线和记者陈阿选来看上新的情形。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是记者人正好就伫咧总统府，今日是5一劳动节，劳工团体也照例发起的这5一大游行，现场差不多有50几个劳工团体，差不多是5000几个人，因来会一路对这总统府行到立法院。今年伊也提出7项诉求，分别是针对这个反霸凌、降工时、增加固定假日、反对一劳散假、退休保障，并且要求加薪水、落实劳工三权，并加强劳资双方协商，和以后到保人员人数要有够的问题。咱来听现场一条访问。就是我们最近很多的立法院的委员在帮我们倡议推动的增加国定假日、减低工时的目标，对不对？大部分的迄薪水伤低啊，嘿。虽然讲迄卫福部部长迄像邱泰源伊讲阮护理人员拢有领7万几箍，食屎啦，阮才无7万几箍，3万到4万几就了不起啊！现在劳工朋友是摕出无共识做机啊，发出因家己的诉求，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劳工朋友的心声。以上是记者陈阿选柯敏哲伫咧现场上新的连续报道，咱甲时间交予主播。是感谢阿选。今仔日5月初1嘛是报税头一天。今年为着要因应美国扣对顶关税，报税是延长到6月底。要注意，今年扣除额金额是袂少项目拢有悬，免除额是9.7万。若准有负乡6岁以下囡仔，或者是共税厝的人，另外是有特别扣除额。为咗民众趁劳动节休假去台北国税局报税，为了避免动线伤客，国税局特别伫入口的所在做分流引导。查掉。详细看，伫报税现场大部分拢是长辈较济，再个由现场人员协助网络申报。财政部因应美国关税冲击，今年特别把报税时间延长1个月到6月底。来这边如果说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直接缴啦，比较方便啊，比以后再请假过来，减轻大家的负担。而且现在经济那么不好，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今年财政部调悬袂少扣除金额，免税额为9.2万有悬到9.7万，标准扣除额部分嘛全部提高金额，也是有请养6岁以下子女，也会当有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一个子女会当扣除15万，租厝的人嘛会当申请房屋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18万，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提高到21.8万。另外，若是营利事业甲个人，若是符合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因应关税提供纾困补贴等，也是个人去互人减薪这个状况，也会当写申请书团证明起嚟，上长会当延长1年，也是上济分做36期来缴纳。审查的方式，我们国税局会从轻啦，然后从宽的方式去进行审查，然后希望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国税局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的退税期间无变，同款分做3批退税，头一批退税时间是伫7月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今年施行新制房屋税，台东的二家国小的司令台煞收到房屋税税单，要656块。学校讲这是头一届收到，感觉真奇怪。那税务局表示，只要证明有符合房屋税条例第15条规定项目的其中一项，就会协助办理免税或者是减税。台东县税务局最近真无闲，真侪人要变更厝改做自用，因为今年房屋税新制度实施，非自用的厝纳的税比以前较侪。不过今年也发生，之前拢无收过税单的学校，也收到房屋税税单。台东县二家国小的司令台就收到一张556块的税单，这个学校甲民众拢感觉修改了的税制真奇怪。房屋税的不是税单，叫房屋税。第一号这个是属于司令台。那我们有跟这是税务局反映，他们也觉得是电脑勾稽出来的，然后就请我们不要缴。税务局讲，因为是自全国规划资料内面电脑清查出来，有登记正这厝的才会送税单。最近有上百个机关学校拢收到税单了来问，不过只要人证明已经拆掉，或者是非房屋使用，拢会当改。我们进一步了解以后，其实这个大部分很多其实房子已经不存在，只是没有来跟我们申请拆除注销，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主动去协助看是否还能适用免税，然后进一步帮他们做一个免税的动作。税务局讲，新制度房屋税只要家己大的厝，价值伫咧10万块以内，而且全国总共有这种厝3户以内就免纳税。不过若超过10万块，就要按照各县市所定的差别结构纳税。但是法人甲机关无适用这个规定，不过法人机关的厝若是符合房屋税条例第15条的规定项目其中之一，就当免税或者是减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一年一届大代志，苗栗白沙屯供天宫妈祖进香，下暗11点25分起驾，要去北港朝天宫进香。今年拢总要行10港9暝，要拼伫咧36点钟左右，就要行到北港。下暗起驾，时到总统赖清德、台中市长罗秀燕，佮有婚林馆长张丽善等人拢会来参加。目前伫咧供天宫庙埕头前人是人甲镜头交予台语台记者张家佳。是主播记者即马人伫咧白沙屯供天宫的庙埕头前，会当看到现场的人是实际看到真侪民众，即马已经头壳顶已经戴上柑仔色的帽啊，咱实际也看到一个信众，伊今仔日是头届来参与，特别半时间今年想要行全程。想要请教一下，就是你今仔是头届来参与对唔对？第一届来参与的，嘿。是安怎想要特别半时间来参与？因为即个较有时间，对于妈祖的信仰，拢真虔诚啦，对。即个有特别准备啥物货？即个伊时间较白，所以甲炸一寡只鸡肉的，甲抹骹，帮助骹骨有迄个体力通行安尼，我来这里参加白沙屯，可不可以让我在走的过程中遇到一段真命天子这样子？对啊。今年咱的百姓都准备23万领，咱嘛按算讲一个月时间23万领，有法度达成，安尼是上好的吼。无想到讲报名第7天，就已经超出23万啦。庙方表示，今年报名的人数要我33万人，是创下历史的新高。台铁高铁拢有增加几辆班车，建议民众通坐大众运输。庙方强调，这届是极平均36点钟就要行到北港，建议所有的信徒若是要参与，一定要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以上是记者张家佳、谢桂玲伫现场上新的报道，咱甲镜头交转去予主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面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下晡会落雨。5月开始是黄霜雨季，礼拜都有一阵黄霜雨的风面会影响咱台湾，持续会连续落雨落一礼拜。乌云混交的天气，敢若随时拢会落雨同款。气象署表示，拜四受到风面影响，各地云量增加，尤其是北部和东半部对下晡开始，可能会有短时间的阵雨。也若温度的部分，各地变化无大，日时高温伫咧29度至33度，低温伫咧19度至23度。马祖地区可能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是比较明显一点点。另外就是说，像是在北台湾地区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出现哦。只是说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应该是会是以山区的一个降雨机会会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况。另外，气象署也提醒，礼拜开始受到黄霜雨季节到位的影响，天气无什么稳定，会连续落一礼拜的雨，影响的时间是对礼拜到后礼拜六，拢总会落7天的时间，到时全台拢会落雨，而且雨水较高，要注意有闪大雨，也是雷公雨的状况。基本上在4号之后一个天气上，当然不是说整天都是会这样子一直下大雨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空档。但是如果说锋面比较接近的时候，甚至不排除会有一些比较瞬间的强降雨，以及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气象师表示，对9月初1开始，台湾正式进入黄霜雨的季节，未来会有小连续黄霜雨影响台湾，而且会一路落到6月份。气象师提醒这个月雨线要记得随时早咧身躯，避免压雨压淡气。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台中台湾大道和自由路口，昨有一个负责人伫咧过路线顶悬，哪跳哪耍，害公车唔敢越，行去甲弄着。警方表示，若确认这个过路人违规，会使罚伊500块。负责人行伫咧斑马线过车路，煞雄雄放慢脚步，若像咧散步；搁沿标线咧行，若咧行更速。也毋过，这是车流量真大的路口，边仔要转弯的公车嘛，只好等伊先过。那个东西来讲，就应该要有警察来严法取缔才对啊！不然来讲，这个东西开车人也危险啊，那其他用路人也危险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尊重那个开车的人啊，不要让他等太久啊，还是要体谅一下。不过真的是小孩、老人，还是要礼让他们啊。代志发生伫台中市中区台湾大道甲自由路路口，昨昏有民众看到这个过路人行路的速度真慢，疑似超工要甲转弯的车辆挡掉咧，嘛耽误公车的起行。警方表示，虽然无接到报案，也毋过这个过路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无排除对伊开罚。处以阻碍交通，处行人新台币500元。罚款是要求我们的驾驶一定那个转弯的时候，要转弯之前一定要停看行。客运业者表示，目前除了要求司机转弯进前爱停车才阁使，嘛爱用镜头啊做确认，确保过路人的安全。嘛强调，无强制要求司机一定爱准时。交通团体是认为，这个过路人敢有违规，就要看情形来判断。少数人的违规状况也不至于去影响全体的比较具观面的路权的问题啊，而是说这个少数有违规的去。比方说，警方去处理，社工去处理。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每一个过路人的状况无同，敢有造成违规，也是交通的问题，搁爱讨论。也过路人甲司机爱互相尊重，才通确保道路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北日地区去年开始试办供家少用的电动厨房车，不过今年到达都有69件互违规检举，阁有2件是有造成事故。因为这电动厨房车目前是无法通管，市府嘛呼吁中央要建立统一的规范。顺德县警看到民众伫马路骑电动连板车，将人砸落来开发。高市府去年2月开始，伫北日地区内底试办共享电动连板车，煞出现未少乱骑去一般道路顶乱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规定，如果骑乘电动滑板车这类个人行动器具在道路范围，会被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道交条例当约束起来的范围，高雄会使合法骑电动连板车的所在，当北日地区甲私人的土地。根据警方统计，今年到目前，电动连板车违规案件总共69件，造成事故有2件。政府去做一个协调，看如何因应说之后未来。更多滑板车在路上的时候，一些他们使用的规范啊，那这样会让大家可以骑车的话更安心。就是设定一个范围，说，例如说只能就是那个活动范围啦，对，然后还有人行道不要骑电动滑板车这样子。摕手机扫 QR code 会使借车，连板车的车头嘛有提醒会使骑的范围。业者甲游客拢认为，随着电动连板车的流行，应该定相关法规，确保安全。高市文化局表示，会加派人手，劝导骑的人注意安全。
駁二的外围也出现了不少电动滑板车的出租业者，所以我们也加派了人力在这个人潮聚集的地方来劝导骑乘者注意交通安全。高市交通局表示，电动连班车因为速度甲其他汽机车差真大，较高发生车祸事故。毋但高雄各县市考虑到安全，一般道路拢无开放骑电动连班车，嘛呼吁交通部建立统一的规范，互地方政府会使管理。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关心政治消息，国造畅水南海群号本地4月要海上测试刷跳票，经海军顾问贵署亚康高海群号讲线破坑积水，牵着系统检测的进度，5月恐惊嘛无法度测试。感谢是安尼，海军是无回应，敢若讲咱当咧校正系统，确实会当达到出海条件。江南国造海群号原定4月展开海上测试，一直无法度出海，最后宣告跳票，目前停伫北港测试阶段。这是进度为安怎延迟，海军无说明原因，只表示当执行主要系统连测甲吊高，已确定达到出海条件。海军前顾问贵署也了，海群号光线几啊摆破裂，造成船舱积水，历时外国测试团队停工。5月赶上海测无乐观，那个水管又被切断的，或是拉断的，进那个水冲进那个海鲲号里头，多少次你们知道吗？整体载台管理系统这一套系统到现在测的还不到1/10啦，连10%都不到，你还要想说，哎呦，我4月出去。请问你怎么出去？海军无评论过数的内容，也毋过台船面临9月30进前完成海上测试，11月交南，压力愈来愈大。立委指出，现阶段目标是确保海群号达成出海条件。学者表示，台湾第一摆做舰舰，本来就会拄到真侪挑战。除了确保系统测试安全，海军也爱主动说明海群号面临的困境，减轻民众的疑虑。对海军来说，对国家来说，那我们的这一个免洗舰，我们的这个海quân舰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力。那我们更要确保说，它在海测的过程中能够安全。前舰的管路，它毕竟是要在这水下嘛，所以它可能要受压。那可能它在这个目前的进行的这个暗测的部分那要模拟这个水下的那个受压的情况，那可能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些那个破裂进水的状况。另外，中共继续对台施压，4月30搁一摆对台展开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7日发布34架次强机出海活动，其中27架次飞过海峡中线这日北部、东部、西南空域，形成围台态势。加上强南8架公务船7架绕台，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排审民进党立委提出的国安法修法版本，不过行政院无提出对案，引起在野党质疑，认为行政院就要提出版本，再来讨论修法。这显然非常重大的国安漏洞嘛，应该要办特殊查核，没有办特殊查核，就搞到去泄密给共匪。提出民进党内涉及强谍案例。民众党团总调毋过冲击期，集中到守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因为7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几啊位民进党立委提出的9个国安法的修法版本，也毋过行政院无提出对案。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盘点跟研议中，所以行政院未来会提出版本是吗？这么一修改，不就是把一般人民也牵扯进来了吗？修正条文的修法的方向可能会有一些明确性，或者是说范围上跟其他法令搭配的疑虑。所以呢，我们是建请在行政组。好，我坚决反对仓促的修法，也坚决的反对国安法修成戒严法。我们国安法不是有漏洞而已，涵盖的范围非常窄，处罚的行为也非常有限。我个人是认为应该要补正很多东西。最近中华学会甲中共党政机构合办征文比赛，互陆委会认定违法。北一路国文老师吴桂枝转发比赛信息，也遭到检举，互吴桂枝批评陆委会营造文字格的气氛。对此，林文杰特别澄清：我们并不是针对欧桂枝老师本人，而是针对这个和中共党政军机关合办统战活动的
团体，这个跟文字狱没有任何关系。每一个个人，尤其是老师，都必须要注意这一些，是不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帮人家做宣传。另外，农委会新定设规定，那台湾民众持有中国身份证甲登记证，会失去台湾身份。刘文杰表示，中共利用各种证件，和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无清楚，所以政府要注意甲反制，需要有所作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台大罢免来看罢免台东国民党立委黄建斌，甲桃园国民党立委涂宽杰的团体，今仔日到第2阶段联署书。不过黄建斌和涂宽杰拢批评民进党内部斗争，因会继续做好立委的工作。纸箱一箱一箱送入桃园市选委会，罢免国民党立委涂宽杰的团体，册以送41337份第2阶段联署书，强调这只是罢免行动的另外一个开始，要高拼罢免投票通过。还有其他桃园的罢团伙伴正在街头奋战中，冲刺着最后的安全分数。所以我要拜托所有的桃园乡亲，让我们一起翻转桃园。还是以我们现在立法委员要做的工作为主。民进党政府一直在发动这个大罢免，党内如何来斗争异己，在党外如何来肃杀在野。台东罢免国民党立委黄建斌的团体，马伫同一天交16671份第2阶段罢免联署书到台东选委会。希望在这里可以再带领全国其他地区的罢免呢，能够马上大家加油，将依法检收，并将审查结果呈报中央选举委员会。黄建斌用文字声明回应，批评民进党敌变斗争，对花东快承诺跳票，呼吁台东乡亲爱投无同意罢免。罢免行动进入第2阶段连续送行，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捐250万，组反恶霸台湾检察队，支援拿赢中南部5个新科立委反制罢免。支援我们现在包括中部、南部云林、台中、南投的新科立委，那一起来投入地方的不民主、反恶霸的一个宣传。我们之前呢有发起的这个联署的这个民主列车所以呢这个显然罗志强可能没什么创意继续沿用这种列车的概念。他们为了呢要防止自己被公民罢免，所以发起了对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根据中选会公告，全国50件立委罢免案2阶段联署截止期限，凡拿立委集中伫5月，上早截止的是黄建斌5月7日，上班的是林派雄5月23，民进党立委大部分伫6月截止。上早截止的是陈英甲吴丽华5月31，上班的是陈俊武6月24。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宣布和乌克兰正式签扩散协议，2国要设立中建投资基金，并紧要让乌克兰的经济搁活起来。那美国也未搁坚持，把过去3年3500亿美金的援助列入去协议内底。美国财政部3日下晡发布声明，讲美国会伫乌克兰新的矿山开发案享有优先权，佮会资助乌克兰战后重建。另外，承认为2022年2月，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声明的用词比川普政府以前的发言展现对乌克兰更加侪支持，佮提起任何捌对罗西亚战争机器有资金物资援助的国家也是个人，拢袂使为乌克兰的重建得到任何利益。Today's agreement signals clearly to Russian leadership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a peace process centered on a free, sovereign, and prosperous Ukraine over the long term. It's time for this cruel and senseless war to end.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伫 X 大文公布协议的9项关键要点，像讲有境内所有资源的完整主权，双方分组甲股权的比例各一半。基金前10年的获利，敢来当用伫投资乌克兰。协议爱符合宪法，乌克兰甲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无变。美国会协助吸引新的投资甲技术，
也阁有基金的收益甲气象全部免税。其中上大突破就是美方放弃本来主张，美国坚持甲过去3年3500亿美金的援助纳入协议内容。The American side can count new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I repeat, only new aid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fund. 川普迄暗接受美国媒体电话访问的时阵表示，会甲支付签协议是希望有保障，无想要互人当作叛行。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印度甲巴基斯坦交界的喀什米尔顶个月发生恐怖攻击，上报26个人死亡。巴基斯坦表示，根据情报，印度上紧24点钟内会发动攻击。巴基斯坦也讲会强烈反击，因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拢有核武，也引起国际烦恼。巴基斯坦资讯加广播部长塔拉30警告，已经掌握情报，印度计划在未来24到36点钟久内发动军事攻击。巴基斯坦批评安尼实施无负责任，而且无法律依据，呼吁开始调查，也对攻击强烈回应。Pakistan will not be the first one to resort to any escalating move. However, in case of any escalating move by the Indian side, we will respond very strongly. 印巴两国这边的紧张关系，是因为顶个月2日有武装分子伫印度控制喀什米尔地区度假胜地巴哈干发动恐怖攻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支持这边的攻击，但是巴基斯坦否认，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印度总理莫迪29甲军方也有维安单位首长开会，授权军方完全的行动自由，回应这边的恐怖攻击。It is pretty clea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The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must pay a price. The Prime Minister has to take action, right? And the action has to be clear and it has to be strong. 印度加巴基斯坦一直拢伫咧抢喀什米尔的主权，两个国家分别控制当地部分地区，拢讲对规个喀什米尔地区有主权。专家讲，若发生战争，恐怕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Can't be full-scale war because both countries are nuclear power, nuclear forces. So there are very feeble chances that a full-scale war can be initiated, can be started. 美国国务院讲，国务卿卢比奥伫最近将会甲两个国家的外长会谈。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谴责恐怖攻击，也打电话给巴国的总理，一个印度的外长，表示联合国愿意做中人调停，化解紧张局势。公司新闻为林吴继昌编译。瑞典有铁头店发生枪案，造成3个人死亡，凶手敢若16岁，佮和帮派有牵连。这也显示瑞典帮派暴力和枪的问题是愈来愈激烈，影响社会治安。这件枪击案发生伫咧日时，而且拄好是斯德哥尔摩北部的地下城乌普萨拉伫咧迎接春季的交火节前一天，嫌犯面5条的入去一间美容院开枪杀人，死者年纪伫咧15到20岁之间，凶手骑电动出版车逃走，尾伫咧家己厝内，互警方抓到。Då inleder vi en förundersökning om mord och startar en särskild händelse för att säkerställa ledning och resursförsörjning till jakten på gärningsmän. Men det i sig innebär inte att vi bara utreder det här brottet utan vi jobbar framåt och i sida för att i slutändan så är det många av de brott som vi utreder som också visar sig hänga ihop. 警方锁定其中的一位嫌犯，因为计划攻击当地名声正歹的帮派老大阿布都的亲属入去调查。警方一经一号伫咧问目击者，也伫咧分析手机的资料。官员讲，无论是什么原因，拢会阻止暴力。Det känns fruktansvärt då. Det känns fruktansvärt att sånt ska hända här i Sverige. 案件发生即天，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才宣布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为打击瑞典甲边个国家的组织犯罪集团。主要目的是为了要防止因涉儿童做杀手或者是贩毒。当然，也甲瑞典愈来愈增加的政治暴力一个犯罪集团有关系。无到2礼拜前，瑞典才发生一个15岁学生即个要请凶手杀人，伫咧澳洲被抓到。瑞典这几年发生真侪帮派暴力事件，相关案件拢是使用枪击犯案，嫌犯真侪拢是无满15岁青少年。伫瑞典15岁就要负刑事责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镜头转来到国内，望清贵妇奶奶苏丹端和前男朋友一家伙仔涉嫌诈骗超过1亿。7年前，伊走去加拿大美红通缉，那今仔日总算登到台湾，送去台北地检署归案。头毛包起来，戴乌青目镜、网红贵妇奶奶苏成端，7月透早登来台湾。你有吸金或是诈欺吗？被通缉的伊7年前走去国外、旅游海外拢无登来，即马主动讲要登来台湾，自加拿大被押解登来。苏媛利用高知名度，涉嫌与前男友黄源及黄富等，共同以我诊所名义，向不特定民众吸金，金额逾新台币1亿余元。贵妇奶奶牵涉的案件是甲前查甫朋友黄福建合开医美诊所，2018年无有经倒闭，保买料亭的消费者甲投资客受到严重的损失，被控迄金诈骗超过1亿。对问题拢无回应，贵妇奶奶登来台湾了，随后调查官带回，经过询问，将解送北检归案。不过案件的被害人委律师批评，贵妇奶奶利用网红的身份营造无辜的假象，也早就做好所落来法律攻防。相关涉案人等就是有回来哈，就有至少有也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机会，被害人的心血能够就是尽量的要回来。其实，在去年5月，贵妇奶奶前查甫朋友的爸母就已经先登来台湾归案。经过检方审问了，一个50万交保，一个请回。这边换到贵妇奶奶登来，不过关键的黄福建依然在海外。那她的前男友是不是还没回来？目前应该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我们会持续的来侦办当中，会掌握状况。法务部讲，即马也无接到黄福建要登来台湾的消息，不过贵妇奶奶即马已经登来啊，应该提供资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矫正署敦品中学去年3月有学员带头煽动规班暴动，甲管教人员错歹听话、破坏监视器，甚至是破招。桃园地方法院针对8被告依照妨害公务判6个月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法务部矫正署敦品中学去年3月，因为教导人员拒绝开启生活区铁门，予学生拍篮球，受感化教育的学生集体吵闹、骚动摇房，对管教人员出干辣椒、破坏监视器，甚至破了泼辣椒水。桃园地方法院针对8名被告以妨害公务判被至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会当上诉。因不满教导员拒绝开启第3生活区的铁门，让其等打篮球，竟对敦品中学管理人员当场辱骂施暴，影响公权力之执行，危害管理人员人身安全，并造成机关财产损失。这个事件起因是细校学生带头，不满县里的教导员无要互因拍篮球来闹事，佮呛声，若讲无开门，就继续摇。执勤人员以无线电呼叫支援，甲警方同齐进行压制，将细校细科细5等人依法上班。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啊，那我们当然都依法来做一个调查跟移送啊。对于法院最后的一个判决啊，我们都尊重这个法院的一个认定，这样。针对敦品学生妨碍公务一案，地院表示，今朝被告8人接受感化教育，却因为不满无互因拍篮球，对管理人员骂过施暴，大量被告拢承认缓刑，以妨害公务罪处省校的学生有期徒刑8个月，省5学生7个月，其他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换扣罚金，也会当上诉。敦品中学回应尊重司法判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上尾一座核电机组核三厂2号机5月17日停放，外界关心这电够唔够用。在野党提出核管法修正草案，要甲电厂40年的安全年限延长到60年。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若准修法通过，会依法执行。5月17号以后，你看我会不会涨价啦？如果电价有涨，5月18号那一天电价有涨，我下台。强调电价无可能随出现变动，经济部长郭志辉提出积极性的解释，因为到伫这个月17，全台最后一座运转中的核电机组核三厂2号机有价2亿。外界对电力广告甲核电厂延役问题是真烦恼。我想请教您个人的意见。是核三延役，核三延役有3个原则了。如果这3个原则可以大家都可以同意的话，
我就去执行。经济部强调，核电使用3大原则，包括核安、核废料处理，也有社会共识。目前伫今年底，预计都会完成核1、核2的大设储存设施，也搁较有空间应对后手监视燃油的议题。不过，在野党团提出核管法修正草案，预计后礼拜就排入议会议程，并删除。要将核电厂40年安全年限延长到60年。我们经济部长讲话算不算话吗？讲话算话，还是耍嘴皮子嘛？经济部长能够讲话不算话吗？只要在法律的规定之内，我讲的话都算数。我们这边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一通过，那么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去定这个燃料棒，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所以要16到18个月了。经济部长桂智慧强调，一切依法依规执行，对延续到60年的可能也做充分的准备，将有操作核2、核3经验的人才留落来应对状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台电员工劳动节发起抗议，要求核电继续跑，各经济部官员为错误的能源政策会失礼。国民党的立委嘛批评错误的能源政策，害台电了钱，真做无地深坑，永远就要靠半钱补助才经会落去。台电员工气候先锋者联名发起人杨家发号召5·1劳动节到经济部抗议，呼吁唔通互错误能源政策伤害台电，造成逐年严重了钱，嘛呼吁能源政策回归科学有理性。核电还是一个国家发展最基本的电源。我切实讲，我是核电的工作者，我在核电工作了40年。哪一个反核电的人是真正了解核电的人？或者是以几日工前西班牙、葡萄牙大停电做例，虽然停电原因有待调查，但透过这个事件嘛，需要思考再生能源供电无稳定的状况，需要有相关的配套。那我们自己的配套措施到底有没有做好？我们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像葡萄牙、像西班牙一样发生再生能源因为供电不稳定而造成大停电的一个情形？在野党立委批评错误的能源政策，让台电变成无地空，点会当一直来拨补。每一个人辛辛苦苦赚的纳税钱，目前已经补贴超过了3000亿。进到这个台电里面去，现在政府又想要再拨补1000亿，这代表我们每发1度电，我们每用1度电，我们都在亏钱。如果1000亿能够让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对我们台湾厂商在面对关税这么严苛的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这个1000亿补进来这个对我们的财务这个减轻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针对抗议行动，拒绝用纳税钱拨补，阁有要求核电延役，阁有官员爱为错误能源政策来道歉。郭智慧强调，能源政策唔对甲对，唔是某一方面的人来批评，大家人拢有无同的想法，并唔是无按照对方的看法，就是错误。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新北的民众有去公有市场买菜，就要注意5月初一开始，店家袂阁主动提供塑胶落架。若环保局爱伫现场放2手的袋仔，互无扎袋仔的民众会当摕去用。市场内看板拢打袂主动提供塑胶落架的大纸，新北的民众对5月开始买菜要注意啊！新北市41个公有的市场5月初一拢转型做不塑市场，未来店家袂主动提供塑胶落架，实际来到10指的秀峰公有市场，民众表示也毋知这个新措施，希望摊家宣传会愿意配合，嘛有人感觉拄开始会较无方便。无主动互你买物件啦，互你落架，你感觉安尼好？无要紧啊，再购物袋就好了啊。应该刚开始会不方便啦。你如果说有规定了，然后有宣导了，有没有？这应该还好啦。新北市环保局表示，因自2019年开始推动不塑市场，原本有6个市场加入，只届扩大到41个公有的市场，希望帮助民众渐渐养成减用塑胶落架的习惯，也伫各市场提供2手袋仔回收箱，互袂记即扎袋仔的民众一个方便。所以说，我们是在每一个我们的公有市场里面，我们都有放rebag 箱，rebag 箱是二手袋的交换平台，大家可以把自己干净然后没有破损的购物袋、纸袋或者是塑胶袋，都提供到这个 rebag 平台这边来。有一寡人客伊嘛是讲
因遮有这哦，我甲因摕，我另外我嘛摕来害恁，都是我感觉这有一个想法，慢慢哦，互大家变成一个习惯。我若袂记摕来，阮遮有得摕安尼。秀峰市场的店家表示，因进前就有放二手茶仔回收箱是减少塑胶袋仔真好的配套。另外，新北市环保局表示，40米的市场同齐执行，预计一档通减少使用30万的塑胶袋仔。5月初执行了后，会看状况随时调整配套，来渐渐扩大到民营的市场，也对咧实行，希望互环保真正对生活做起。记者张家佳、谢桂玲、新北报道。最近天气好，云林的菜色大出，所有地区产地价少优袂起来，连续3个月平均的菜价拢无到20块。亲像小白菜、汤匙仔菜和油菜，1公斤是6到剩无10块。尾板阁袂好，都农民规气甲规区田拢芳掉。一大片青翠油菜原本要收成啊，但农民所决定甲规区田拢芳掉。即阵啊，因为天气真稳定，云林的菜色大出，地区即马1公斤的价销是剩无到10块。菜都非常的低迷啦，菜价拢10块钱以下，所以讲吼，付工资都无够，所以讲农民吼无法度采收。你若做嘛是袂好，嘛是做袂完。嘛是拢了钱啊，所以不如就放掉啊。在地农民表示，往年的菜价若是较低，拢还有一阵仔会阁起上来。不过今年整体的菜价是已经连续3、4个月，拢落到平均1公斤无到20块，因拢是了本咧种。2价2文半，都按3万块的成本带下啊。放掉我嘛无法度啊，都做也毋是，唔做也毋是啊，都成本落落啊，唔知会。我摆介久伊个，饲肥啦吼，全药啦吼，对种植方面，渐渐拢行入农业科技方面去，大家拢种了真好，收成拢袂歹，因为收成袂歹，伊即个价销，大家普遍拢收了真好，价销就较低卖啦。西螺果菜市场表示，最近的菜色供应稳定，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约是1000吨，整体的菜价平均1公斤是18块到20块。不过，亲像小白菜、汤匙仔菜甲油菜等等，拢因为量较济，价销败到剩无10块，恐惊就要等到雨季，才有机会甲产地价销阁救起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苏花街中正磅空4月30开始开放排气量50cc 到250cc 的普通重机车，打试办1月奥多麦专用道，时速限50公里，打算要试办到10月，未来会阁看进行调整。苏花街为2020年全线通车了后，交通部为着兼顾无共用路通行需求，即日开始中正隧道无开放机车通行。4月30总算开放普通重型机车会当通行，骑机车的人唔免阁冒险，行靠有石头绑落来的旧苏花公路，福建居民上欢喜。在还没有开放之前，是比较不方便的，而且又比较危险，因为那边都是会落石，对部落方面都是方便多了，可是要骑就要小心。中正隧道第2020年9月已经先开放大型重型机车通行，互一寡骑普通重型机车人不满。经过评估，公路局决定为4月30开始开放排气量50至250cc 的普通重型机车通行，骑机车人大部分真满意，不过对速限50公里有淡薄意见。应该时间上会比较节省很多。我是觉得，如果安全无虞，对于普通重型的摩托车，我会觉得开放，我觉得是蛮好的。我觉得速度应该可以再放宽一点，但是就是先，他不是示范6个月嘛？公路局讲，除了人水隧道以外，普通重型机车也是苏花街的非营业车种，因为考虑苏花街进前无规划普通重型机车的适当行驶环境，所以开放前爱做6个月的试营运计划。本次的一个评估作业呢，会以抽样的方式来去检核隧道内的行车秩序、行为、环境以及安全的指标。我们有规划一个专用道，那速限是50公里。公路局是讲，7月初期普通重型机车爱行驶伫道路正边专用道，并且甲头前的车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进入磅空爱开大灯，7月检核期后会阁进行速限调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病人自主权利法开放病人去咨商提早做医疗决定，不过实行5年来，煞干那10万多人签名，才无到1%。立委认为是因为咨商费用伤贵啊，所以要提案修法。
为了尊重病人自主善终，咱国伫2019年施行病人自主权利法，也是亚洲第一部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法律。透过有力医疗照护咨询，简单叫做 ACP， 病人有权决定人生最后的医疗处置。不过，病死法上路5年，只有10.3万外人完成签署，签署率大约是0.45%。调查立委批评成效无好的原因，除了咨询费，一个人需要2000至3500，有一寡病人签署了后，家属无认同，也定发生医疗纠纷。病人的决定，家属呢事实上是他不认同，而跟医生发生争执的事件哈，尤其是在安宁疗护发生率更高哈，所以卫福部哈如何支持医生贯彻病人的决定做医疗？我们医疗人员，我们政府必须要帮他去正视他，让他能够好好的过完末期。卫福部表示，为要鼓励民众量早规划末期医疗照护，健保署为今年5月初一起，扩大增加65岁以上重大伤病患者，甲大家医计划的65岁以上多重慢性病患者，甲有力医疗决定无高之限大院，放宽门诊也会当给付有力医疗咨询费，有高大约有180万人受益。原本呢，卫福部是有打算2026年是要全民免费的。那当时你们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其实对于整体的推动是很好的一个方向。但是后来为什么又缩回来了？健保的财源有限，那怎么才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可以来讨论。调查立委党团初一提出几个的版本修改病死法，包括希望放宽 ACP 经费、ACP 执行场合不当只限医疗院所。应该达伫长照机构等。对此，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愿意以开放的态度，继续甲外界沟通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Google Meta 一寡所谓平台用传统媒体新闻来源，佫会当赚广告钱，互传统媒体是来自恶性存啊。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仔日排审媒体议价草案。不过，司法部表示，若准立法恐惊会引起美国扣税报复，咱就要斟酌评估。伫Google拍关键字新闻来源大部分拢是传统媒体和所谓媒体，长期以来媒体无法度分到广告效益。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媒体议价相关法案，纳入被立委总共提出6个版本。台湾民众党的提案是双轨，就是我们有民进党提的这个基金，也有直接议价这个方式。我采取的呢就是澳洲模式，强调商业议价跟强制仲裁。司法部负责也批评讲新闻有假达说一个版本也无。部长黄甘南表示，英过2年办3轮总共8场会议，强制议价设立基金和著作连接权模式拢有讨论，不过技术和国际情势演变，大家拢出现问题。太草率立法会造成不是帮助，而是造成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稍微等一下。但是呢，我们同时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强制议价。黄甘南用澳洲、加拿大媒体议价做例 ，Google 用关钱换合面 ，Meta 是讲新闻流量只有3%，自2014年3月开始就无要和媒体出版商签约，对中小型媒体造成严重的冲击。那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强调关税公平性，立法可能会引起美国关税报复。我们有没有评估过，如果立这样的法，会不会引发美国报复性关税措施？我个人的判断是很有可能，因为他已经对澳洲跟加拿大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哈。黄甘南强调，官配立法无一定有利，也是爱评估过。也被立法进程，目前有Google关3年3亿代表，由 DTA 协助改善媒体业，搁再有北极星计划辅导媒体改造收费制度，提升媒体人权的劳动条件。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宜兰头城单纯吉祥号，因为厝伤旧，旧了可能会倒去。有民众就想要甲商号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伫咧文化局网站煞找无表单会当写。文化局表示，已经甲表单放伫咧网络顶悬，稍后会照文字法来办理。伫头城路街有100年历史的单纯吉祥号，已经有黄色的封锁线，所有关联打广告，讲插牛后去，商号有可能会倒。有民众普通时伫咧路街做导览，为了要抢救商号，想要提报单纯吉甲边仔的元和成商号登录历史建筑，验过山拄着困难。现在宜安县文化局这边，其实它的网站其实没有相关的路径跟窗口，我可以去做接触。
甚至说提报单，其实提报单我都有，可这方面就是我该怎么办？提报人发现，原文化局的网站顶头无相关的提报表单，或者是提报的方法，也无便民的参考，所以唔知安怎做。头城火车站红白色的条啊，就是参考陈春琪甲袁和成上好的建筑风格，会当讲是头城楼馆的指标特色。文书工作者认为，文字法第9条虽然讲主管机关应该尊重文化资产所有权人的权益，不过文化部也不限时，讲这条法条唔是讲需要个一个指定，要得到所有权人同意。为了公共利益，文化局应该积极保存商号。这个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在公共利益跟地主的私人权益的保障这里面哈。当然有它的困难度，但是要做一个权衡。我们会依文资法第14条跟细则第15条去办理现刊，以及列车最终审查会议。单纯记上号这么所有权人真多，那边想好建筑物要摕到所有权人的同意无容易，所有权人也无愿意接受访问。原文法局讲，提报的相关表单已经放伫咧网站顶，后面将下载。在收到提报人的资料了，会依照文字法办理现刊，结果再列册追踪。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冰河国小合唱团今年7月要代表台湾去东京参加国际合唱比赛，学校特别邀请要去外国比赛国小来交流，希望透过歌曲，互听众认捌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嘛互囡仔有机会用母语唱歌，互世界听。中华大川国校合唱团的学生唱的这首《大庄囡仔爱唱歌》是合唱团的自创歌曲，用台语小解故乡的特色。2023年，佮捌去波兰表演过。咱即届唱的《大庄囡仔》是要甲咱这20年的故事咱的迄辛苦，互大家听安尼。台语歌唱起来有台湾土地的故事，佮有台湾故事的感情。我希望囡仔呢，因为咱透过咱家己的母语来熟悉咱家己这块土地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特产、所有一切的风景甲特色。我嘛希望讲，咱用咱家己的语言唱互全世界听。中华市冰河国校举办合唱团交流活动，除了邀请中华的大川国小，佮有新竹县的桃山国小，2间国校的合唱团拢有去国外比赛的经验。这边活动有安排台语歌，佮有排湾甲阿达亚的古调，希望透过交流，互囡仔认捌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教了一些我们台湾族的文化，还有原住民的文化，然后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台湾的原住民，然后唱起歌来就能够更融入在这个文化的意境里面。3所学校呢，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族群文化。孩子来到这里，我相信会更拓宽他们文化教育上面不同的一个观点，然后能够学会更尊重、更欣赏我们台湾岛上所有的一个多元的文化这样。冰河国小表示，因今年7月要代表台湾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合唱比赛，举办交流活动，就是要分享比赛经验，互爱唱歌的囡仔拢有机会徛伫世界舞台，用家己的母语唱歌互大家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法国西部的美术开馆，当年有上万只海猪无细致走入去鱼网仔内底，掉伫内底死亡。科学家即阵利用海猪回声定位的能力，发送声音提醒海猪头前危险，爱闪开。法国掠鱼人外里是使囡仔老爸爱维持稳定的收入负担生活。当局为避免海猪误入鱼网死亡，连续2年伫冬天14一个月禁捕令，虽然领到补偿金，不过伊甲同业依然感觉真深的压力。大化无公平，话你讲害死海猪主要是拖网鱼群，老幼岛式的粗细结构的鱼网，若受困一定死亡。家己用的是老刺网较会亮出来。过去5年只搞到一条早都已经死的海猪根本未造成危险。A dolphin can't get stuck in this because the mesh is too thin. It's a straight net, and since the mesh is so fine, it breaks easily. See? No force needed. 保育组织讲，法国西部大西洋海岸必须开馆是海猪、海翁这海洋生物的大型网捕，每年有上万只误入鱼网受困死亡。
为恢复海洋正常生态，各互渔业影响，法国咧进行一项全国性的实验，用海底会为头壳遐发出声波，亲像声纳共款，探索环境的回声定位能力，伫个鱼网设信标，会对因发送危险的信号。 An acoustic image of a dead dolphin caught in a net is emitted. So when a dolphin clicks close to the net, it will receive an image of the trapped dolphin. 那这种保护海底深呼吸得到成功，法国拍算伫2017年解除当天暂时禁止掠鱼的措施。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 北部地区24度到28度，中部地区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29度。 外岛地区22度到27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芷，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台湾的品种花色是安怎会这么丰富？其实拢是一代一代，因为疫情的关系，互伊的颜色会当去突破。你认为它是因为建筑久了嘛，伊可能都达适应。我们觉得说应该可以替